一個價錢就可以做到永久脫毛。酷泣星期四，唔買唔睬你。2025年啊，仲有人用緊剃刀刮毛？唔好再同我講話脫毛機貴買唔起啦。而家咧一部咧以色列製造嘅脫毛機，500蚊都唔使就可以買到啦。Silk & Duro 400K 澤光脫毛機擁有移動感應，一貼住皮膚咧就會自動出光，連掣都唔使撳啊，慳水慳力。點按嘅模式咧，連比堅尼線咁刁鑽嘅位置都可以好精準咁樣處理到，唔使好似以前咁脫到扭扭擰擰咧，搞到成身汗，仲快過你去美容院揾人脫啦，麻煩又尷尬。Duro 咧佢有40萬次嘅閃光，真係用到我女結婚啊都仲有剩啊！同埋呢一部 Duro 咧，佢個頭咧可以好精準咁樣咧，去幫你咧脫毛之餘啦，咁同埋一啲好微細嘅位啊，即係例如唇毛呢啲位啦，佢都可以照顧得到嘅。佢咧細細部咧好輕巧，真係咧去旅行啊，就咁擺入化妝袋咧，就已經咧可以搞掂。重點嚟啦！原價2388咁專業嘅脫毛機，而家只係賣488，因為咧優惠係好限量，得50部咋，真係飲個茶嘅價錢就可以將美容院帶翻屋企啦。以後咧着吊帶衫出街咧都唔使遮遮掩掩，大大方方，自信心翻晒嚟，咁抵嘅嘢邊有理由唔買啊！